记得是前2个礼拜，我刚好也有讲，他伊虽然都会半工半读来谈 K6文学的硕士的学位，可是伊的成绩真优异，所以学校要改邀请做演的组教，伊决定就是要互自所使用，所以伊伫大概去读新啊，所以伊是结婚，就甲因太太来咱台湾度蜜月，伊伫咱台湾的贡献真多真大，伊用白话字写所有信息的注解，所以伊对咱咱台湾教会质量贡献真大所以咱咧像是嘛得纪念伊。好，咱再来看第2首是夫妻。就是这个作词者，伊一届伫环岛会的时候，基督会，伫基督会时，伊就咧解说诗篇23篇，咱大家拢熟悉的诗篇23篇，总是解说无完，足侪会友继续要搁想要搁了解，所以伊就甲伊转去伊工作时，住伫朋友因兜，就搁伫遐和伊讨论，所以伊迄阵心内足感动的。所以伊足感动的，感觉讲遮的会友因的灵性的追求嘛是真强，互伊嘛真感动，所以伊都来写出这首的歌词。但是伊写了咧，伊根本就袂咧甲伊管啥，转去的是摕互太太，伊就袂记即件代志因太太甲伊投入迄个出版社，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太太他也不知道，可是等到3年后，他又去跟进新会咧讲道的时，当然请今日李牧师来，伊可能嘛先看咱教会诶人啦，伊就有哪先摕起来，摕咧看讲即间教会到底是因咧唱的歌是啥物？迄阵才互伊发现讲我的写的即条诗，竟然已经放入去圣诗内底，所以伊真感恩。感谢，所以咱过来唱第1节歌曲就好了，准备心来三角敬拜主，来。
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即马要开始进行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啊关机，以免让咱礼拜进行。请咱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主。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这么意爱。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我的心情永远上帝欢喜唱歌。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的心心底着唱歌，请起立吟全首。我
愿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开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公堂的教会，圣徒上方，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亡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应文42篇，启应文42篇也是以赛亚11章。启应文记载伫圣诗的后壁面1075页，现着咱三角来启应。亚西的老树头为布影，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一声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赤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某甲熊会做伙食草，一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冷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创造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感谢你，予阮伫基督的内面，诚做一家人。伫你的疼甲稳定中，彼此激励，彼此相疼，彼此祝福。主啊，感谢你的保守甲赐福。阮相信一切拢是对你来。阮生命的旅程，伫你的赐福中出发。因为你的稳定保守阮。你知阮世间人的软弱，时常因为人甲人中间的无好势，甚至因为私欲来互相压迫。求主怜悯帮助阮，互阮伫面对世间侪侪压迫的时，会将所有的挂虑拢交托予你。求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你手中疼的器具，做和平的使者。主啊，我若伫人群中有做啥物好代志，求主应允赐福；我若有做啥物歹代，求主用你的大宽容，互阮所做的拢无功效。主啊，恳求你赐予阮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降服伫你的面前，信任你每时刻的带领甲陪伴。
也求你帮助阮会当注目仰望你，改变阮的生命，互阮活着袂过只是追求家己的利益甲好处，是会当为了荣耀你，成做别人的帮衬甲祝福。今仔日是总会所设立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你透过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出版台湾教会公报、新眼光读册手册更新等等，互真侪牧者甲作者用文字做生命的见证，来向世间人宣扬福音，也互更较侪人因为安尼来认捌你。恳求主继续带领引带公报社头前的路站。也求主纪念因的手为你所做的工。主啊，这个时阵恳求你甲吕牧师同在，互阮透过吕牧师的传讲，会当更较清楚明白你的心意。阮将续来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保守甲看顾。安尼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只是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甲42节。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甲42节。伫咱周报的内页第3页，显着我来读。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甲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心恶杂，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在忙，你哪会无要无紧，叫伊紧来甲我斗骹手？主因伊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得挂虑操烦，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咱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做来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老上帝。因今仔要吟的诗歌是《永活的神》。
接来，咱要来请吕忠明牧师来进道。吕牧师是大溪教会牧师，伊今仔要来分享的题目是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那亲像真久无来伫遮讲道的款，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至到咱教会甲教会中间的交换讲台有较少。嘛因为安尼，至到真侪有的人教会检测有无实体的礼拜。进前一站听讲原来拢用迄个网络的资讯安尼吼，网络直播安尼吼，方式较济，所以至到真久无来到伫遮，甲咱大家请安，所以即届借着文艺团队的即个机会广播社爱阮看会当做伙交换讲台无。所以林牧师甲我就安尼选择今仔日互相交换，伊去到伫我遐去请安无款，我过来伫遮，所以伫遮先甲大家请安，伫主的内面，咱互相关怀，我相信虽然伫即个大溪甲伫南洋有无共款的教会，毋过伫主的内面，咱拢是共一家人。所以伫主的内面咱大家请安，希望上帝的平安就踮伫咱的中间。咱搁再一遍三甲头来祈祷。主安真欢喜来到伫南洋教会，伫即个所在，阮要来敬拜服侍你。特别伫今仔日文艺团队鸿宴主日。阮借着台湾教会广播社社长彭社长伊的邀请，希望会当代替伊来到伫这个所在来请安报告。阮知影，这个文艺团队实在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工作，特别是伫个文字伊的开力，会当看见。伫台湾，伫巴克的牧师，伫1885年创设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开始，毋管是用中文，或者是用白话字，嘛是咱会当对伫这个字的当中来学习认捌上帝，来学习安怎样传福音，所以。阮真正感念别个牧师伊对伫台湾的一个贡献，就是用广播来真侪传福音的工具。所以今仔日，阮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来遮来，甲兄弟姊妹共同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主。阮相信，透过这文字的传道，会当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也透过这文字的开力，要来影响着人的心，来造化人的性情。所以愿主你的帮赞，你的开力，借着这文字，也会当互阮伫教会来做好传福音的工作。今仔日，阮会当伫遮。来敬拜服侍上帝你，愿主帮助阮，互阮讲的、甲听的，来平平得到造就甲利益。伫你面前，将今仔日会早起一个讲道，仰慕伫上帝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神来帮助引带，当互阮领受圣神的感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愿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的主题是要选择上介好的福分。咱知影这个疫情，互咱真侪的困扰，2年外的时间，咱对一天
几个的确诊，到这个时阵，已经毋是几百个，嘛毋是几千个，是几万个。总是感谢上帝，互咱伫7月份开始看见，飙到上关点8万几个，即马已经搁渐渐已经有落落来，到家己昨昏是25000。当然，对伫因阵仔来讲，25000，这是哪参像一个真正恐怖的数字。总是咱伫遐经过侪努力，每一个人对1剂、2剂、3剂，有个人讲1针啦吼，我无咧讲拍针的啦吼。咱台语无咧讲拍针吧吼，咱咧讲注1剂、注2剂，你已经用注3剂，即马哪有第4剂啊吼。每一个人已经有普遍着有这疫苗的即个抵抗力的时，咱会当看见，即个确诊哪亲像已经无遐尼正恐怖吼。较早讲着确诊哪亲像安尼，比癌啊佫较厉害，因为足紧的就安怎会有可能爱你的性命。总是这个时阵，就是经过这个医药已经有药吼，通来做治疗了后，人安怎都会渐渐会当好。所以有人伫咧讲进前，啊，毋过到即阵，还佫有人选择要无爱做吼。有个人讲第4剂你有要做啊？有啊，已经有真侪人讲我无爱做啊吼。因为伫遮个网络的新闻的内面，已经有看见有个人本来无代志，啊做了后煞有代志。啊，当然遮个新闻哪亲像拢互咱伫咧做选择的时阵，该不该打？要不要打？要打第几剂？要打哪一个厂牌的？哇，这安怎拢咧做选择啊，对吧？嘿，这阵哪亲像有人伫咧讲跋筊的时阵，到底要缀大也是要缀细安尼啦？安尼也缀唔对，就安怎？啊，就去了了安尼。所以伫咧讲遮个时阵，互咱哪亲像伫咧即个疫情的内面，互咱搁加真济的选择性，包括讲啊，即届啊，即个活动我有要互人参加无？吼，啊有诶，对伫教会来讲，暑假学生的即个夏季营，夏季学校，有个人已经拢办了啊，啊有个人安怎，还佫是选择安怎唔敢办，因为谁也负担不起什么一个孩子的确诊啊，对不对？所以到底是要办还是唔办，各有各的说辞。大家人拢有伊选择的什么理由，所以伫遮真正，我用这个主题来讲，真正什么是真正的福气？你来看，面对咱的人生每一秒，咱拢伫咧选择。亲像我会早起要来，我到底是几分要来到遮？因为我知影9点半咱开始礼拜。所以牧师就甲我讲，你差不多9点左右来就好啦，左右是进前还是退后？到底是进前1分还是退后的1分呢？9点左右左右的可说性很长，8点半嘛是左右啊，9点半嘛是左右啊所以遮个，互咱一直拢伫咧做选择。因为咱人生真济所在，咱一连串安尼累积，拢是一寡决定。你若一步决定唔对去了后，你安怎？你就步差啦，亲像我伫咧讲宜兰伫咧做发展的时，伫雪隧还未通的进前，遮是啥？后花园，对吧？遮拢是真土地拢安怎？拢是一片田园，对吧？哇，绿油油安尼真好所以有人就安怎？哇，伫遐咧讲哇，遮个土地真俗就来买来安怎？来务农以后退休的时阵安怎？来伫遮来过退休的田园生活安尼啦，就去买安尼，买一大片呢，毋过安怎？即马土地一起安那，有诶缀要买，迄当阵无买，即阵敢买会起？已经买袂起已经买袂起本来3000块会当买到，即马爱超过3万，已经是10倍以上所以亲像即种的决定，你若迄个时阵无做决定，
等甲雪隧通了后，看安尼人安尼直直来，尤其暑假了，开始佫有即、个人讲国旅国旅佫开始咧甲咱咧甲咱招手啊！哇，即2礼拜我甲人要讲啥？我甲他拜一咯，拜一的下晡5点我要出去台北，开车超过1点半钟，超过1点半钟。拜一呢，毋是礼拜我讲当然礼拜咱知影会读啦。拜一下晡共款一样，敢若要爬去你对搭客安尼要爬去你高速公路安尼到雪隧的门口安尼超过7点钟安尼，所以咱伫咧看，即个物件真正有做，互咱无法度照咱心所想的安尼去做，心所想的去做所以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有的人伫咧讲你的一生是看你要安怎去选择。有的人讲你今仔日是要欢喜快乐开始，还是要安怎？要担忧开始啦要忧愁过一天啦，迄就是安怎？看你家己的决定，是不是？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怎样？你的心境，你的心会当安怎？会当改变所以你对人安怎样对待你，你会当去选择安怎？同款安尼对待伊，你嘛会当安怎？照上帝假使甲你讲，你着安怎？你着原谅伊所以人的原谅，你会当安怎？你会当不要在那个迄个抱怨的内底你会当选择原谅，你嘛会当选择啥？选择唔原谅。所以有人伫咧讲，当你跋一倒了后，跋倒足痛的，对不对？足痛。当然你会当选择埋怨讲这路哪会无平安尼啦？这楼梯哪会无爱用好啦？我跋倒啦无嘛用较明显的安尼你会当安尼。总是你嘛会当安怎？很高兴说，哎呦好佳哉，我无骹骨无跋断去无好佳哉，是我安怎？骹手佫袂歹咧，安尼无甲拍落去安尼无有真大的伤害哭一个无安怎你会当用安尼来安怎？一笑置之。你嘛会当安怎？你嘛会当一直抱怨佫甚至安怎？你也要甲告互伊安怎你有很多的选择，你有真侪的选择，总是这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要安怎样来选择？伫《申命记》30章15节，伊就咧讲，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时，迄当阵摩西就甲以色列人安尼讲安怎？我甲生命、甲死亡、祝福、甲咒诅，拢摆伫你面头前，恁要怎选？恁是要甲阮做伙迦南地，还是要伫旷野的所在，在那边埋怨伫遐你莫带阮出来就好我要伫迦南，我要伫埃及就好做无爱当专我嘛遐有通好食。所以你是要拜阮摩西要怎啊筹措不前？迄才是安怎？迄才是好啦，不要紧，上帝安怎爱咱行，咱就对顺路上帝来行。所以碰到生活上，咱会当看有真侪代志，互咱伫遐咧感觉哪亲像毋是安尼。传道书第9章第11节伫咧讲，日光的下面走较紧的，无一定会赢啦。伫迄个网络顶面你著看一个真趣味的，伫遐安尼走，你要走哇！看边人咧拍鼓爱就安怎？伊就我第一名，后壁安怎？第2名，继续过关。第1名已经第1名比第2名。迄就是安怎？迄就是骂失去啦。你开始真努力，毋过到尾安怎？你放松去啦，甚至跋一倒去无够赢的势力，无够赢的势力。所以伫遮咧甲咱讲力战的，并不一定能够得胜。你靠你的气力的，你无一定安怎会当得胜。真侪人用智慧伫咧做，毋过人伫咧讲，今年还好，台风佫无入来，
稻啊差不多拢收了啊，吼，稻啊拢收了啊，感谢主。你若知影，咧收稻啊的时阵，若一个风台来，迄年的安怎？迄年伊的收成就安怎？就无好势啊。毋过今年水果真济拢无收，对吧？包括迄个龙井啊，奶枝啊，迄个山影啦，拢伫咧拍花的时有霜雨啦，霜雨啊，不是酸雨啊，霜啊，结霜的雨，因为天气伤冷，佫落雨，所以遐个拄拄结起来，细细粒仔遐拢拢臭会打去，拢无法度结起来，无法度结起来，所以这会当互咱看见。真正人都爱靠天来安怎食饭。你虽然你真有智慧，你进前你都已经应肥，你已经创了真好势啊，总是安怎？若是迄个时阵拄啊好，就无法度互咱安怎得到丰收，得到丰收。所以今年的欠收，嘛是互咱一项，就通知影人。千算万算，毋值得安怎上帝一话啦，虽然真济用智慧的，毋过无一定会当安怎到尾来得到欢喜。所以临到伫正人的，哪亲像互咱伫咧看的，拢是啥物？拢是机会。迄个机会你若把握条，迄个机会你就会当得到利益。所以圣经的内面拢咧甲咱讲，人生到尾安怎？其实。对你所选择的有真大的一个影响，今仔日咱的圣经节，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伫即个第圣经节的内面，咱会当看见一对即个姊妹大姐也做马代，小妹也做玛利亚，因拢是听主的姊妹，咱伫即个。伫咧即个比赛台的所在，伫遐徛起，耶稣去到伫遐，接受因的接待，伫迄个所在却发生一项事，咱会当看见。伊玛利亚伫圣经内面记载讲，伫耶稣的脚前，伫遐听耶稣的讲话，总是马代咧，却伫遐无闲为着要招待耶稣，所以伫这个所在看见玛利亚得到儿乐，马代却安怎受责备？伊的原因是啥物？为什么会安尼？咱来想，第一个就是马代的态度。马代伊选择的，伊是用埋怨来选择。毋是因为马代伊的工作真无用，其实即个无用，有人比佫较无用。无毋对，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工作，总是真侪人因为无用赤压，压榨，无用操烦，无用伫遐生气，比较伊咧做一寡代志，做一寡决定的时，拢会超出安怎？超出伊家己的能力以外，这会当互咱看见。你有感觉你真无用无？咱有时做伙的时阵咧讲你最近安怎足无用的，足无用的。你若无爱去教会，我都无用到要哪有时间去教会？你有咧读圣经无？我咧大概圣经一掀开，看无2字我就拄过去啊，因为伤无用啦。无应该安怎身心俱乏，所以互伊会感觉伊要亲近上帝，伊要安静敬拜上帝，拢安怎拢无法度。即个无用就是马代的态度。马代看见耶稣来真欢喜，伊安怎？伊的心就真无用开始咧想讲耶稣爱食啥物？耶稣即个时阵应该都爱互伊啉茶。即个时阵都应该用一个什么物件来甲伊安怎来甲伊服侍？开始咧啥？咧想耶稣的需要。你讲安尼敢毋对？无毋对嘛，对吧？伊安尼听耶稣，所以要甲耶稣服务是对的。毋过迄个毋对，毋是即个毋对只有咧讲，毋是因为伊太忙了。
是因为嘛毋是因为伊所做的代志真，互人看袂起，毋是哦，毋是讲去无用遮的俗世的代志毋好啦，你爱像玛利亚安尼吼，去关心即个天理的代志，若安尼吼，有的人咧讲安尼你拢去住教会就好啊，吼，你安尼属性嘛吼，你拢去住教会，你拢卖出来，吼，安尼你就是上该圣性的人，吼，你就是最什么样分别为圣的人，你都毋是祭司哦，有啦，祭司就是安尼嘛，对吧？祭司就是安怎，爱归于上帝嘛，对吧？分别为圣，归于神。有啦，教会内面就是牧师，所以牧师住伫教会内牧师伫教会内面所以迄个教会拢有牧师馆，互牧师来带。这是安尼，总是伫遮马代，毋是因为伊做的代志是俗世的代志，伫遐互耶稣指责，毋是安尼哦，毋是哦，就是安怎耶稣安怎，马代安怎？伊疼家己较过头伫疼伊的姊妹啦，所以你看伊咧无用的时，伊看到啥？伊的工作尔尔，伊无去看到玛利亚的工作。玛利亚嘛是服侍，马代伊的服侍，甲玛利亚的服侍，拢是服侍，拢是安怎？上帝，拢是耶稣所爱的。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当人伫教会伫咧做圣工的时，有时咱拢会想讲，我做的较重要啦。你爱甲这项较重要安怎来先做啦？另外迄迄藏咧就好啦。咱爱先做者啦。所以真侪人做伙伫咧做同工的时阵，拢会想，啥较重要？啥人比扮的迄个角色较重要？吼。所以，这个团体内面，到底是虾米人较会互主祝福？这就是啥？马代伊的心态内面，为什么会伫迄个所在伫遐，互耶稣无法度学落的？这是第一个，因为伊犯到的，都是感觉伊家己的较重要。所以，玛利亚你不要紧啦，你等一下咱问就好啊啦。你来先来安怎？来甲我斗相共啊！所以同工的中间，咱就爱安怎？其实爱互相尊重，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拢真重要。毋管一场的礼拜内面，伫遮徛咧讲道的啦，伫遐咧施会的啦，伫遐咧司琴的啦，也是伫遐咧放即个影片的啦，其实咱拢真重要。包括啥物？外面的交代。你外面的交代，有人讲迄不要紧啦，迄你若无伫遐交代，伊嘛是家己行入来，无一定哦。迄有时安尼伫外口安尼行咧因为伫遐手咧，安尼内底毋知咧创啥，迄甲我那像无啥关系，就行咧就搁过啊，哇，一条灵魂安怎，煞拯救无着。你若有一个人伫外口安怎，甲招呼妈咪姊妹啊，来，阮内底咧礼拜，我该当入去，会欢迎。你看，一条灵魂就安怎入来伫内底啊！你无伊入来，上帝的话就无法度安怎产生作用。所以每一个人工作拢真重要，包括这个教台，包括清扫，包括这个讲经的，拢非常的重要。所以每一个人毋通干那只有看家己，无看到别人的重要。所以家己认为最重要，说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指责人的毋对，这就是伫同工的内面，爱互相伫遐来体恤，互相帮衬，甚至人伫咧讲互相欣赏互相伫遐咧欣赏。哎呀，这你做会来，我就做袂来，你会晓弹琴，我都袂晓呢，毋好讲大家人拢爱会晓吟诗，大家人拢爱会晓祈祷，大家人拢爱会晓弹琴哦。无啦，对吧？爱互相补助啦，咱嘛毋免讲伫遐讲我什么工作拢你咧做啊，我都逐项我拢袂晓啊，我若拢袂晓，我就毋免来啊，毋免安尼，每一个人拢是非常重要，所以同工就爱安怎同心啦，互相体贴。所以马代甲玛利亚因
是姊妹啊，因同好的同工，逐工拢做伙，就哪像咱伫个即个内容教会伫遮吼，已经60-70档对吧？我拄开始的时候，我就伫遮，我哪像有姊妹啊，哪像玛利亚啦，哦，啊，毋过会冤家无？嘛会啊，对吧？啊，毋过安怎？阮的心上介好，若要做啥安怎，大家拢做伙做。吼，这是啥？上介好的同工的条件，总是安怎？有时检采哪亲像喙齿甲喙齿啦。哦，迄天我去夹到喙齿啊，啊，为什么夹到喙齿？上好食，上好食安尼哦，食了安尼口齿留香，啊，踢一下安尼，跳啊，啊，上介亲密，才会去安怎？互相有啥物摩擦啦？啊，若无吼，平行线永远没有什么无交叉点啊，要哪会刮割，根本刮袂着啊，对吧？你唔插我，我也不爱插你，永远割不到啊！就是因为你们很亲密，正定做伙，正伫咧做同工，所以安怎才会有淡薄的意见无共款。这个时阵，咱就爱通知影，咱就爱同心，咱就爱互相尊重，哈！安尼就算讲上帝哈，甲这个工作分配予恁的时，恁才会当来同心来完成啦，哈！啊，所以同工就爱互相尊重啦，吼，遮就咧讲，吼，所以马大文士伊是啥？哇，伊真够主接，吼，哇，伊真够安怎？真够款遮个，吼，要服侍人的物件，都是玛利亚咧，伊嘛是共款伫咧服侍啊，吼，伊伫遐安怎？伫遐咧甲耶稣伫遐咧谈论，吼，伫遐咧讲话，所以同工应该是安怎？各按恩赐，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文书，上帝互你无共款的文书，伫迄个所在来服侍，吼，伫迄个所在服侍，啊，所以不干涉别人的服事，甚至安怎，莫去啊，甲人比较，吼，啊，伊较高，伊若这若叫上来从较好，啊，这若我来用哦，都袂安尼啊啦，哦，在那个批评论断的里面，咱尽用伊安怎？落伫魔鬼的圈套，伫迄个所在，吼，产生不必要的遐个念头，啊，伫遐互相伫遐看轻，互相伫遐指责，真济冤家是安尼来，吼，真济牧师带袂牢，有时嘛是安尼来，吼，也是讲会友的对即间走去迄间的，嘛是安尼来，即拢是无必要的，吼，即拢是上帝。透过这个马大，要互咱通知影，吼。所以玛利亚的态度，你著看，无共款，伊无共款伫咧倒，因为伊听主。所以伫圣经内面，咱来看，谁人上界听主，吼，咱真容易咱想到的就是玛利亚。所以大家会当注意啊，说伊伫遐吼啊，传福音了的时阵吼啊，伫遐真忝的时，咱会当看见。伊拢爱去，吼，即个做马利亚因的家庭，为什么？当伊真忝的时，伊遐爱找一个所在当休困的时，伊就去想到玛利亚，吼，迄个所在会当互伊真好的休困，吼。啊，第二，当伊忧伤的时阵，当伊真亚难的时，甚至有人伫咧讲啊，迄个啊。真济挫折，吼，想要甲人沟通的时，迄个时阵，玛利亚会当甲伊做真好的沟通。所以马大会当互伊安静休困，吼，啊，玛利亚会当听伊讲话，甚至伫伊身躯欠缺的时，伊嘛会当安怎来补足因的需要，吼，补足因的需要。所以才会当看见玛利亚伊的态度。伊会当互耶稣伫咧做传福音的时阵，真好的帮助。所以咱看保罗伫咧做传福音的时，遐教会吼，特别是腓立比教会，互伊做真好的帮助。吼，毋干那伫咧物质的顶面，伫咧精神的顶面，替伊祈祷，吼，为伊备班，吼，即种做真好。保罗的一个啥，一个真好的后援，后壁的资源。所以共款。今仔日咱教会伫要做好的同工，咱有缘就爱安尼的想法。所以
咱看见一个听主的人，伊一定是啥？一定是爱听主的话，吼，伊讲的话，吼，比什么？比服侍搁较重要。所以咱伫咧讲，一个人来，咱会感觉讲，哎呀，评语咧讲啊，我伫正教会啊，拢无啥呐，无啥人要甲我讲话安尼，甲人讲无话。啊，我嘛捌讲，爱一个新来吼，啊，我就甲迄个妇女讲啊，你去甲伊吼，去甲招呼安尼啦。伊讲我甲伊讲无话，因为安怎，甲伊无熟啦。啊，若有熟的是安怎？啊，像我来，啊，坐我的边啊，啊，就甲伊安怎？哦，安尼真切，对吧？真好的接待，啊，就是啥？哇，迄就是有话通讲啊，有话通讲，哇，安尼。对，早起一直讲到哪？讲到暗嘛，还阁讲袂了，吼。所以这就是玛利亚甲马大无共款的所在，咱会当看见玛利亚甲耶稣安怎有话讲，因为什么？因为伊知影伊的需要。所以伫遐来看见人甲人的招呼，这个有话讲真重要，吼。你若一个会友，吼，我遐常常有迄个来拄来啦。新来的人，若会一遍、两遍、三遍，感觉无人甲伊讲话，我相信可能事不过三次他就不来了，因为安怎无人甲伊讲话，无有话题啦，无有即个沟通啦，所以爱甲主讲话的人，平平共款，咱用主的话伫咧沟通，所以。信徒的中间，咱伫咧讲，咧招呼都爱用啥物？用上帝的话招呼啦，用上帝的话，毋是用世俗的话。世俗的话伫咧讲，做伙的时阵就讲啥？食饱未？啊，你今仔日安怎样？讲的是啥？俗世，安尼若是教会咧，就会讲啥？平安对，啊，你读圣经有咧祈祷无？对吧？迄个上帝恩典，你有感受到无？有无？用见证安怎来互相分享？所以这就是啥？这就是俗世甲属灵安怎无共款的所在。所以耶稣爱要来找因，就是安怎？甲因讲有话，甲因讲话会当沟通。我讲一，你就知影2、3、4、5、6、7啦，安尼会省掉很多的麻烦啦，甚至袂讲鸡同鸭讲啦，讲了拢讲袂准车啦，讲了感觉足神的安尼啦，袂啦，所以马大伊是备办物质的，玛利亚安怎，却安怎，伫心灵的顶面，诚做主耶稣的安慰甲帮助，所以你有相信耶稣伊愿意来遮，伫真正安尼身心俱坏的时阵，真爱来的所在，就是安怎，伊伫迄个所在会当得到安息，会当得到安息。所以咱的教会会当互咱得到安息的，也是讲来遮了后，就是伫遐咧争权夺利，也是伫遐看到人就伫遐咧安尼，这也想袂通，遐想袂通，太安尼，就信耶稣安奈啊，真麻烦。不是啊。我们来这里是要找什么？找安息的，对不对？找平安的啦，找安怎？甲咱话语会通的啦，拢要用啥？上帝的话来讲的啦，所以伫路加福音第7章，咱会当看，伫这个代志进前，法利赛人西门咧请耶稣食饭，耶稣要互伊请食饭哦。要请耶稣食饭，表示安怎？已经真欢迎耶稣，对不对？总是伫个餐桌的上面有一个女的，所以因嘛是玛利亚，伊安怎？伊无请耶稣食饭哦，总是安怎？伊听见主的话就相信。迄个请耶稣食饭的，即个西门却安怎？却伫遐安怎？伫遐咧怀疑讲耶稣哪有即个，哪会安尼接受即个有罪？查某人，伫遐来甲伊服侍，意思是啥物？请伊食饭的人，无了解耶稣的心啦，
无请伊食饭的即个女的，侪人听到耶稣的话，伊就相信啦。所以请食饭是毋是关键？毋是啦。什么是关键？心较重要。所以马大甲玛利亚倒一个得到耶稣的心，玛利亚啦，安尼伊才会当得到儿乐啦。所以伫旧约撒母耳上悬伫咧讲，伊咧讲耶和华看见到迄个祭司甲平安祭，兼安怎？兼有赢过人听叹伊的话。伊看迄个祭司较重要，还是你爱去顺服伫上帝较重要？啊，你听命胜于祭祀，或者是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公羊的脂油，迄个羊羔的油，迄是啥？人哋讲，迄是上界贵重的呢。迄只羊上好的油呢，迄要献予上帝呢。啊，你要用迄个上界好的献予上帝，你却无要去听受上帝的话语，倒一项较重要？当然就是你的心较重要，心较赢过你所献的祭。你逐摆伫咧礼拜，总是安怎？你伫礼拜中间你听的，你却无爱安怎出去咧行。所以咱拄则呼召诗内面有无？就咧甲咱讲啊，咱来遮听的，你就爱安怎出去爱行。你愿意顺从的，你愿意去顺探上帝的话，较赢安怎？你伫遮伫咧献祭啦，你伫遮献祭。所以玛利亚安怎样会当得到这个上介好的福分？都爱亲像主日学的时阵我来遮咧讲囡仔伫遐呐，听较啪啪啪安尼啦，迄就是啥？注目看耶稣啦。所以伫礼拜的时，咱伫咧看啥物？看遮的上帝的话语。你有注目伫咧较无上帝的话啊无？玛利亚，伊是安怎样会互耶稣而乐？就是因为伊伫耶稣的脚前注目伫咧看耶稣所讲的话啦，毋是伫遐咧无用，毋是伫遐咧无用，伫遐喏，伫遐找无你到底注目的焦点伫倒位啊？所以玛利亚伊谦卑点坐咧，伊就伫遐咧较无上帝的话，所以伊的心安怎完全是属主的。所以迄个点才会当互伊会当得到即个上介好的福分。啥物是上介好的福分？咱伫咧看，毋是敢若奉献。奉献，咱伫咧讲淡薄的金钱，其实你爱安怎？要献就爱献你全部，所以全部就是啥？你的全人啊，不是那个身外的一点点的什么财物，毋是你身躯外口的钱财。迄个是啥？你也带不走的，那个是什么？上帝所给你的啦，不是你的啦。你要献，你就要把你的什么全人献上。所以，不是干那甲咱的物件互主呢，是爱甲你的人献互伊，互主使用。所以全人的侍奉就是什么？神所喜爱的。所以，不是干那甲你的时间互伊尔，时间偌济。咱伫咧讲一礼拜嘛得一两点钟尔来做礼拜尔，你安尼就奉献袂出来，毋是啊！上帝嘛毋是要爱这尔，上帝是要爱你的一生啊，你的一生都献给主，不是一点点的时间而已哦。所以咱看见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人在世上许多的东西。遮的物件，衣食住行，咱拢是安怎？拢是咱所欠过。毋过圣经内面讲，这毋是玛利亚所得到的上介好的福分，是啥物？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是神的话语啊，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是赢过你世间所有一切遮的物质，因为你得到耶稣，就是得到啥？全世界。所以进入永生就是安怎？
近日有一项代志无堪减少的，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就是永远活的活命，永远活的活命。所以这个是无法度通提起，无法度通提起。所以最后圣经要甲咱讲，我实在甲因讲，迄个听我的话，佮信我的，会当得到永生。这是最后会当互咱看见，这个就是上帝所要互咱。所以结论来讲，上界大的福气是啥物？人认为是金钱，有的是讲是地位，有的讲是啥财力，总是咱伫咧讲的，伫人世间咱来看，好业人，好业袂过3代，因为安怎？一代业绩，3代开库，这物质这财宝，这地上的名利富贵，拢亲像过眼的云烟。拢毋是永远存在，拢亲像是花，亲像是草，拢会孤单，拢会凋谢。所以今仔日一个人真成功，总是迄个成功到尾安怎，伊嘛是无法度带走。一个人只有一条命，这条命你就爱交互上帝，毋好家己落的，因为家己无有迄个能力，任何一个意外，任何一个危机拢有可能会互咱丧失性命，所以今仔日主要甲咱讲，上界大的福气，就毋是金钱，毋是地位，毋是名利，是迄个会当安静伫主的面前来听主福音的话语。所以这个话语，今仔日互咱透过这本的圣经，文字的内面，通互咱做学习。今仔日咱真好，真有祝福伫台湾，因为教育的普遍，伊普及，咱真侪人拢捌字，所以已经互咱会当真容易来看捌即个中文的字。虽然有一寡老大人，因进前适学总是嘛有白话字嘛有白话字即马嘛有真侪只 IC 用录音的用迄个有声的有声的啦用声的啉虽然目睭像阮爸爸到尾目睭白来种了后就目睭看袂清楚的，伊就用听的用听的，安尼来听圣经，安尼嘛好所以这个拢是一个即马广播社伫咧努力的一寡项目希望透过这个台湾教育广播社，伊所做这文字传导的产品，真正会当互咱做上介好的选择，互咱去摕到迄个上介好的福气，互咱伫台湾做传福音，实在是真正是足有福气的咱要爱啥物物件，都有啥物物件互咱透过这个，我想咱会当透过这个文字传导搁一遍，互咱对伫咱所做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会当互咱通知影，去选择迄个上介好的服务。咱三甲来祈祷，主，阮要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阮知影，当阮要来诚做助你的路用的时，阮就要有装备。伫这个装备的内面，阮更加需要有工具，因为迄个工具才会当安怎，才会当互阮来用上介方便、上介好的工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愿主你帮助，也通互这个教会广播社所努力的这个成果无论是伫咧这个文字的内面、周刊，或者是这个新安讲等等，这个物件会当互阮做真好的造就，也会当诚做阮传福音的工具。愿主你的帮助，就帮助伫遮的文字传导的工作者，也会当互阮教会，也会当为着遮个经费来奉献。阮相信透过阮的努力，也要互台湾的传福音的事工来得到开力互上帝你来帮助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伫阮的中间。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晚要来看
这个庆安的影片吼，台湾广播社的。上帝话，上帝听，是永远无改变。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经过138年的时间，总是时代在改变，安怎互这个无变的上帝的听继续伫咱的中间？台湾教会广播社做真多的调整，真大的一个改变。亲像伫圣经充满我，咱会当用家己的笔来体会上帝的听，上帝话，甲咱常常相合伫地。自从2天前，阮的长老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有当时会亚线啊，毋过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上帝是互我有气力啊，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较会当体会。看到这个我相信兄弟姊妹逐礼拜伫教会都会当摕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个刊物看起来真简单，事实上是广播社正当中用真侪精神来规划甲编辑。阮会遮拍拼，是因为阮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工具，而且文字有上温柔的气力。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你的日子怎样，你的气力也要安尼。伫这1、2年久的中间，咱共同经历着。COVID-19 对咱性命威胁，对咱生活的不便，咱嘛做伙感受着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所带来这款的一个战争的残酷。总是咱相信上主的话，上帝的听，要引带带领咱行过这一切的艰苦，这一切的困难。真感谢主，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广播社对阮的支持、关心，对阮的带动。台湾教会广播社会继续坚持，透过着文字帮助咱会当伫生活中，就来认捌着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话语。请咱继续为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为着阮来关心支持，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其实咱教会每一季，拢有摕新眼光，我相信咱的兄弟。逐个人拢有摕，迄是广播社免费提供互咱。所以毋茫讲借着今仔即个机会，咱会当将咱的听来回应因，因为因是用无价的爱来互咱去感受上帝听。咱嘛毋茫咱用实际的行动，麻烦咱兄弟有力出力。然后如果没带钱没关系，下礼拜也可以继续奉献。然后最主要是真的要爱为因带导，因为这个文字的事工，尤其即马。网络遮发达吼，真少人看文字，也毋过有当时啊，就是因为有文字，因为话是风，只有文字才会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为这个事工来代祷奉献。所以咱来跟回应诗，圣诗575首，圣诗575首，
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咱起立定全手。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魏庄训、方美珍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
供应我们生活无余，并且有教导我们奉献来依靠你，来使用你的恩典，用我们的奉献为你的圣工所使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请坐。这时，咱来看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伫路加福音第10章42节。咱同齐来读，请。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咱阁讲一遍，请。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所以，咱要来迎新报告，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若无，请咱看周报的内页第6页，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教会广播社安排担起教会牧师甲咱的牧师来交换讲台。咱阁一届拖声来感谢咱的李宗明牧师，感谢牧师来咱教会请安正道，嘛请咱的兄弟为着文字传道事工来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礼拜了后要召开主日教员会，请主日老师同工毕办心来参加。第3点，7月30拜六暗时7点半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毕办心参加。7月31礼拜了后要召开中职会，嘛请咱的中职来毕办心参加。具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7星中会伫7月18日伫中山教会要召开第71届第3摆中会会议。咱的牧师林耀新、长老冯林慧、长老庄芳梅要代表咱本会来参加。第2点，总会大专事工委员会要举办2022暑期各项营会，若有想要参加的兄弟，请看公布栏。第3点，7星中会婚姻部要伫8月27早市9点半要伫济南教会举办未婚联谊会，若有兴趣的兄弟嘛，请咱看咱的公布栏。第4点甲第5点，因为已经报告几礼拜，所以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6点，10月2日到第3日，新竹的圣经学院要举办全国社青读经营，若有要参加的兄弟，请看公布栏。代祷事项，请咱看每周的代祷函。注意事项甲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项表的部分，下礼拜服侍同工请备办心提早来教会准备。会计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若有错误，请向干事提出更正。所以，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竞选阮诚侪你的囝儿。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你赐予阮日用的生活无欠缺，赐予阮平安。主啊，伫这个幕后的世代，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世界各国拢有天灾人祸，恳求你用属天的平安来安慰人民遐会受到患难困苦的人。主啊，我嘛要为着阮教会设立70周年的建堂来向你祈祷。爸啊，你捌讲过，你过去你提醒大伯所罗门讲，你无住伫人的手建造的殿中，也毋过为着要互人会当敬拜，你愿意因为你起造圣殿，因为你的圣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圣所。伫这未来10年，阮有真侪代志爱做。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阮有对你来属天的智慧，会当起造合你旨意的圣殿，也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活伫社区当中，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社区的朋友，参与伫因的生活中，也愿阮的教会会当成做因愿意来祈祷的圣所。主，我嘛要特别为着阮教会的囡仔甲青少年来祈祷。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是甲伊老嘛无外带。主啊，
教育囡仔是阮父母的责任。阮要有安怎的未来，就爱看即马安怎教育伊。囡仔是你所属的产业，求你予阮智慧，教育因敬畏你，明白你的诫命，予因的一生行伫你的真理道路顶面。你捌讲过，听我守我诫命的，我要施恩予伊，直到千代。求你按照你的应允，祝福阮的囡仔，时时看顾因，帮助因脱离危险甲试探，予因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拢有合理的旨意。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稳定甲拯救，予阮得到新的活命。我要特别为着病痛中心神软弱的兄弟献上祈祷，恳求主医治因的病痛，安慰扶持因，建立因对你的信心。因为阮相信你的看顾比阮任何一个人也搁较完全。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知无论阮有讲出嘴，也是无讲出嘴的，你拢了解。感谢主。阮也搁一届将阮教会的众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使用阮，成做平安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7首，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咱请女牧师祝祷，咱起立吟全首。接受上帝的祝福，但恁通平平安安出去，好当为主做见证。因为我将恁交入关于上帝圣手中，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神圣的相同啊帮咱，拯救咱，帮助咱，引带咱，互咱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